大家好啦，今日呢段短片咧，最想就係同大家分享下究竟我哋最新26、27年物理治療師嘅一啲前景啦，同埋話俾同學仔究竟你未來究竟喺 JUPAS 上面，你係咪都仲係繼續想揀物理治療師咧？或者你對物理治療師呢一行究竟嘅認識係咪真係咁深入咧？咁啊，希望透過呢段短片啦，叫做俾少少 concept 同學仔啦，同埋俾少少 concept 大家一啲家長啦，希望究竟你哋未來幫仔女揀科嘅時候，究竟應該點樣去揀得好啲啦？咁啊，點解會拍呢段短片啦？就係因為其實我喺近年啦，喺新聞入面啦，無論喺社交平台啊，定係一啲傳統媒體入面咧，都見到其實就話，物理治療師咧而家開始出現一啲飽和嘅情況啦。咁啊，HA 啦、社福機構啦，其實都開始喺度削減緊一啲物理治療師嘅職位啦。就算佢唔削減，佢咧都已經停止咗招一啲新人啦，亦都一啲進階嘅職位啦，可能一啲 senior 嘅 physio 啊，或者一啲 PT1 嘅位啊，其實都已經唔再有噶啦，即係叫做唔再請咁多資深嘅物理治療師啦，即係請翻啲 basic 嘅物理治療師，咁啊令到大家嘅晉升前景啊，其實就已經好似冇咁即係輝煌咁樣啦。咁啊，亦都喺一啲年輕嘅平台入面啦，可能有啲 fresh 啊嘅地方啦，其實都見到有一啲即係同業嘅人啦。其實可能呢位 K 先生咁啊，作為一個物理治療嘅畢業生啦，其實佢呢3個月入面，其實佢每日都想放棄喎。點解？因為佢喺讀大學嘅時候，以為讀 PT 就好穩陣啦，即係覺得哦一畢業就揾到工啦。但係當佢嘅現實係乜嘢？其實佢面試咗好多次，咁其實啲面試咗之後啦，其實啲公司啦，可能就叫你做義工或者做助理啦，但係就唔係一個 physical 嘅工作咁樣啦。咁跟住對比嚟講咧，我又見到一啲同學仔喎，中學嘅同學啊，而家讀緊商科入咗 IB，已經買咗車，有啲就做緊地產經紀，日打卡食飯，好似過得好開心喎個生活。但係相反嚟講，佢自己係咩？攤喺張床度啊，send 緊 CV 啊，等福咁樣，佢覺得自己係咪揀錯咗條路咧？咁所以其實我呢段短片咧，最想就係話俾同學仔聽，究竟你而家未揀 JUPAS 嘅同學，究竟應唔應該揀 Physio 作為你未來嘅一個終身職業咧？咁啊，其實冇啱定錯嘅，但係希望可以用一啲實際嘅數據咧，去理性咁樣同大家分析下啦。咁啊，亦都有一啲 fresh 嘅平台啦，即係俗稱嘅趣嘅平台啦，咁樣就喺度講話啊，有啲失敗者嘅故事喎，就話自己唔係 Poly 嘅 fresh grad 啦，但係 GPA 都好似唔差啦，有3.4幾咁樣啦，placement 就 B+ 至 B 啦，即係不過不失咁樣。咁啊，遞咗50份嘅 CV。但係得4份有 interview，offer 就掟得0個，咁而家主要靠炒散為生咁樣，就覺得如果再揾唔到工就會轉行咁樣啦。咁另外一個就話而家係一啲 private 嘅 clinic 入面啦，就話個生意冇咗50%喎，就覺得未入行嗰啲就快啲轉行啦，覺得而家呢行冇得做。即係你見到網上而家嘅平台咧，好多都充斥住好多負面嘅一啲資訊啊，關於物理治療師，甚至其實未必關於物理治療師，即係可能關於其他嘅一啲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啊，例如我哋隔離嘅一啲職業治療啊，我哋嘅 nursing 啊，或者我哋一啲營養師啊、藥劑師啊，其實好多好多都話而家healthcare 已經飽和啦。咁究竟個現實係唔係咧？咁我一齊睇一睇啲數據啦。咁有啲背景資料啦，咁根據政府統計處啦，其實而家註冊醫護人員數目嚟講，我哋主要 focus 翻喺物理治療嗰方面啦。咁2022年就有4170位嘅物理治療師，咁去到2025年就有5450位嘅物理治療師啦。咁你可以見到其實隨住呢3、4年間，其實都上升咗成1300個同業㗎啦。喺之前嘅教資會嘅培訓學額入面啦，就話俾你聽，其實我2005年、06年、08、09年呢啲年度啦，就每年有60個物理治療師生產咗出嚟啦。咁去到1920年、21、22年，其實就已經 double 咗噶啦，去到150人噶啦。去到最新啦喎，根據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嘅一啲醫療人力推算2026嘅一個文件入面，佢講到其實我哋喺24、25年度教資會資助同埋自資醫療專業培訓學額入面，物理治療師其實已經一年產生373個，咁你可以見到其實對比幾年前，我哋1920、2122、150個，而家去到373個，其實已經係 double 咗有突㗎啦，都仲未計一啲 overseas 翻嚟嘅同業喎，係咪？咁所以其實事實話俾我哋聽，而家物理治療師嘅供應其實真係比往年多咗好多好多㗎啦。同一時間咧，我哋都講一講究竟 HA 醫管局嘅實際一啲在職情況啦。咁點解會講 HA 醫管局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每年嘅一啲 healthcare professional 嘅畢業生啦，其實最多應聘嘅機構其實一定係醫管局噶啦。即係無論醫生啊、護士啊、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其他嘅行業都好啦。其實好多都係醫管局去請晒噶啦。咁究竟醫管局而家究竟個空缺有幾多咧？
咁啊，每年都理論上都會講一講究竟PT 即係 physio 究竟個離職率係幾多啦？咁呢個數據其實之前嘅 PowerPoint 都提及過㗎啦。咁你見到24年4月啦，咁大約有11.38%嘅同業離開啦。咁去到25年嘅4月得返8.69%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個 trend 其實就 decreasing 緊啦，即係個離職率越嚟越少㗎啦。咁我去到最新嘅話，其實佢就已經冇再公開啦。咁所以其實你可以幻想得知，其實去到最新而家2026年，其實個離職率其實應該係比以往更加少噶啦。咁離職率少，即係代表啲咩？代表空缺少啦，即係代表未來嘅畢業生佢哋揾到嘅即係揾到位嘅機會，亦都會相對少咗啦。咁啊，亦都望一望啦。其實26、27年個 Central Recruitment 已經開始咗噶啦，即係 HA 醫管局請人嘅已經開始咗啦。即係啲同學仔其實未畢業已經開始 interview 啊，開始 shortlist 去揀啊。咁其實呢度有一句都講咗啦，In view of the larg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received and the limited number of vacancies, shortlisting criteria have been applied to streamline the recruitment process。即係其實醫管局都話咗俾大家聽，其實佢收到嘅 application 係非常多，但係位其實好少。咁所以其實已經 shortlist 咗好多嘅朋友㗎啦。咁所以有陣時網上咧話咧，哦，你 placement 全部都係得 C 啊、B minus 啊，其實係咪入 HA 無望咧？咁我都可以同大家講，其實如果你 placement 個分數係 C 或者 B minus 嘅話，咁其實理論上 HA 喺第一 round 有機會已經係 foul 走咗你㗎啦。點解啊？因為你見到而家個 applications 咁多，而其他同學仔可能 placement 全 A 喎，即係實習可能全 A 喎，咁相對嚟講，佢寧願揀個 A 都唔揀個攞 C 嘅同學啦，係咪？即係呢個好現實嘅一個即係篩選條件嚟㗎嘛，係咪？即係你作為一個香港生活嘅人，你都會擇優而取啦，係咪？你唔會專登揀個 grade 落 grade C 嘅人㗎嘛，係咪？咁呢個係一個事實啦。咁啊，亦都望一望一啲數據啦。咁啊，24、25年嘅 Central Recruitment 啦，咁啊 applications 收到幾多份咧？第一 round 就251份啦，第二 round 就195份啦。咁去到25、26年啦，就總共收咗370份咁樣啦。咁啊，去到26、27年就收到519份喎。咁其實你見到佢每年個 applications receive 其實都不停上升緊，但係個位嘅數量其實就跌緊嘅。點解？你望一望翻25、26年嘅右下角，咁啊話俾你聽，其實25、26年嘅 approved 嘅 RPD vacancy，即係以今日你直 C 嘅一啲空缺啦，HA 嚟講就有90.9個啦，anticipated 即係預計嘅空缺就有19個啦，即係 around 可能100個左右啦。咁啊，去到26、27年啦，咁啊調翻轉啦，個數據已經越嚟越少啦。approved 即係認可嘅一啲 vacancy 得翻46個，預計嘅 vacancy 得翻29個，夾埋都可能得60-70個咁樣啦，係咪？咁對比之前嘅100零個，而家得翻60-70個，其實都少咗好多。咁啊，60-70個入面 applications receive 有500幾份喎，係咪？咁所以你可想而知，佢係咪真係會請得晒咁多個人咧？其實就已經未必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佢519份入面收晒 shortlist 咗會有 interview 嘅同學仔得471個，即係已經有 around 40幾人啦，冇 interview 過啦，即係已經唔揀你，即係 interview 都慳翻咁樣啦。咁最後 recommended 就46啦，因為你 approve 有46個位啊嘛，咁所以就46咁樣啦。咁啊有166個同學仔喺 waitlist 嗰度喎，係咪？咁唔 recommend 嘅235個，咁 waitlist 同 not recommend 加埋都成400人啦，即係其實呢400幾個人係處於一個冇公開嘅狀態喎，係咪？咁所以其實數據話俾我哋聽，其實而家揾工係比以往嘅年份真係難咗㗎啦。咁啊，同學仔如果有讀過 econ，其實都知道 demand supply curve 呢樣嘢啦。咁所以而家個 supply 數字話俾我哋聽係多咗好多，因為頭先我哋嘅數據你知道，你見到都見到，哦，其實而家物理治療師供應係多咗好多。咁個 demand 即係我哋個 vacancy 啦，我哋個空缺位啦就越嚟越少啦。咁所以當 supply 上升，demand 下降嘅時候，其實你知道個 price 就會越嚟越低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網上有一啲物理治療師嘅招聘嘅一啲告示啦，即係一啲招聘網站入面，其實你見到一啲私人企業去開嘅物理治療師嘅位少咗不特止，個人工都低咗喎。即係我見到有啲 post 咧，其實而家請個物理治療師竟然用2萬零蚊就話去請人，咁亦都有啲畢業生係真係去 apply 喎，去應徵喎，咁即係代表佢哋覺得2萬幾蚊已經足夠買到佢哋嘅專業㗎咯喎。咁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因為佢哋嘅求工心切啊，即係寧願啊，不如做住先啦，都唔好冇公開啦。咁亦都有聽過一啲考生，即係有啲畢業生直接甚至係應徵一啲物理治療師助理嘅職位，即係
冇公開，咁啊不如做 assistant 先啦，咁 assistant 有機會會轉正喎，即係佢哋抱住呢個心態就 apply，咁 assistant 嘅人工可能得翻1萬零蚊，咁對比一個可能一個 fresh grad 一個 RPT 嘅人工3萬零蚊，其實係得翻一半噶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社會嘅一個現實啦。咁啊，同一時間啦，都想講一講 HA Ally Health 嘅一啲最新嘅情況。咁啊，如果熟悉 HA 醫管局 Ally Health 嘅朋友仔，其實都知道喺近年啦，即係23、24年去到25、26年嘅 intake，政府都有一啲嘅措施去挽留人才啦。咁呢個措施就叫做 milestone 啦，即係 2-year milestone、3-year milestone 咁樣一啲里程碑咁樣。咩叫里程碑咧？就係佢希望你一個新嘅同事入咗嚟一啲 Ally Health 嘅一啲 professional 入面。當你呢2、3年入面，你個 performance 係 effective or both 啦，亦都滿 fulfill 咗佢一啲讀 course 嘅一啲 requirement 啦，咁佢就會喺2年嘅時候俾一個 additional pay point 你啦，而3年亦都俾一個 additional pay point 你啦。咁呢個係代表啲乜嘢咧？即係理論上你知 HA 啦或者政府工嚟講，其實你每年如果 performance 係正常啦，其實你會每年跳一個 point 啦，係咪？咁你做2年，即係理論上跳咗2個 point 啦，係咪？但係佢呢個 additional pay point 就係話，假如你 fulfill 咗一啲 requirement，包括你嘅 performance 係 effective or both 啦，包括係你讀晒佢要求嘅 course 啦，做晒佢要做嘅嘢啦，咁佢就會喺2年嘅時候俾多一個 point 你，3年嘅時候再俾多一個 point 你。咁所以理論上你做滿2年嘅時候，你可以跳3個 point；你做滿3年嘅時候可以跳到5個 point。呢個就係佢當年嘅一個arrangement，即係去挽留人才嘅一個 arrangement。但係你見到佢最新其實已經話俾你聽，佢呢個計劃佢將會終止。咁你見到2028、29 onward intakes 入面，佢已經話俾你聽，呢個 granting of additional pay point 已經會終止咗㗎啦。咁其實本身呢個 arrangement 都係一個 three years limited 啦，即係一個3年有效啦。咁佢已經好好㗎啦，即係26、27年嘅 intakes 佢都繼續俾你啦。granting of additional pay point for entry rank 嘅 Ally Health 啦，照俾你。到28、29年佢就已經唔再俾㗎啦。咁其實唔俾呢樣嘢有乜嘢 implication 咧，有咩含義咧？其實你可以幻想得到就係 HA 而家覺得個 manpower 啦，覺得可能而家穩定咗啦，個人力資源穩定咗啦，咁所以就唔再需要去推出一啲叫做吸引挽留人才嘅一啲措施，咁所以佢就唔再需要搞呢啲計劃啦。咁啊，另一樣嘢咧，有機會係個大環境導致啦，即係而家社會其實你知道政府都未必話有充足嘅資金啦，咁啊好多地方都可能 cut 緊 budget 啊，咁其實政府可能都想喺某啲地方入面叫做節省開支啦。咁其實如果每年都加一個 additional pay point 俾你，咁每個 point 都可能 around 千零蚊啦，係咪？咁一年就1萬000蚊，100個人就可能100萬咁樣，咁其實都係一個支出嚟噶嘛。咁所以政府有機會因為咁樣而去唔再去提供呢一個 initiative，即係去提供呢個措施，去希望挽留人才咁樣啦。咁啊，究竟呢個措施喺呢幾年間入面有幾多同業係 benefit 到咧？咁其實呢個數據話俾我哋聽啊，藍色嘅就係 2-year milestone complete 咗嘅同事啦，3-year milestone 就係 complete 咗嘅同事啦。咁呢個唔同嘅 HKEC 啊、HKWC 啊、KCC 就唔同嘅區，即係唔同嘅 cluster 啦，我哋叫做唔同嘅區別咁樣啦。咁啊，又講到東，講到西咁樣，九龍中、九龍東、九龍西咁樣啦，唔同嘅 cluster。咁啊，總共嘅 benefit 人數啦，你見到呢度寫咗491個啦，即係其實總共都有491個同業係 benefit 咗。咁頭先都講過啦，每一個 pay point around 千零蚊，咁490幾個人 benefit 到，即係都490幾萬啦，咁都係一個好龐大嘅支出啦。咁啊，呢400幾萬唔係淨一年嘅啫，因為加咗俾你個 pay point，其實每年都繼續持續落去噶嘛，好難會減翻你個 pay point 噶嘛，係咪？即係可能話你而家 point 17，你下年唔加 pay point 不特止，要減翻你變翻 point 16，唔得噶嘛。佢唔加係有機會嘅，減其實個機會率就好低嘅。咁所以咧，理論上咧，加得俾你咧，你就變咗每年都要有呢筆開支噶啦。咁所以政府有機會就因為咁樣而想減呢筆開支啦。咁啊，講完一啲好 factual 嘅嘢啦，啲數據上嘅嘢啦，咁其實有咩結論俾到大家咧？咁作為一個物理治療師嘅同業啦，咁我覺得而家個環境係比之前係嚴峻咗嘅，即係之前畢業生嘅數量係多過，唔係少過位啦，即係啲 vacancy 係多過位啦，咁所以大部分畢業生出到嚟其實真係揾到工嘅，即係唔愁冇工開啦。但係而家畢業生嘅情況就真係位係少過人。你見到畢業生嘅數量每年300幾400人喎，但係位嘅數量100個都冇喎，即係喺HA 嘅
境地入面啦。咁啊，NGO 同 private 都可能零零星星有幾個有啲位咁樣啦。但係你見到 NGO 其實都 cut 緊 budget 嘅喎，咁即係代表佢有機會凍結咗唔少嘅位啦，甚至可能 cut 咗啲 physio。因為我都見過網上都真係有講話啊，有啲 senior physio 喎喺 NGO 入面俾人 cut 咗喎，裁咗喎，就可能覺得佢人工高，但係做嘅嘢又可能一個 PT1 一個 PT2 都做到，而唔需要用咁多嘅錢去請一個 physio，又 cut 咗佢喎，即係可能40、50歲失業喎。咁啊，確實真係有啲情況見到。咁啊，見到其實個大環境都覺得即係錢而家大家都唔係好夠啦。咁 physio 又人啊咁多，supply 不停多，demand 又好似唔係好多嘅時候，就變咗個 price 不停咁樣壓低價咁樣啦。咁所以，但係你話物理治療師係咪冇前景咧？其實我又唔係睇得咁灰嘅，因為你知道物理治療師係主要即係主要嘅 service 都可能幫啲老人家啦。咁 which is 我哋都一定有 pediatrics 即係有兒科啦，但係老人家都一定佔咗一個好 majority 嘅數量啦。咁大家都知道人口不停老化緊啦，其實老人家嘅數量真係不停增多，即係對於 physio 嘅 service 嘅 needs 一定係不停增加緊㗎啦。但係點解人手佢唔係不停增加緊咧？咁其實就可能因為社會個大環境因素影響，而唔能夠加 budget，即係大家錢都唔夠啦，就唔想加咁多 budget 喺其他地方度，而唔係冇呢個需要。即係人口老化都係一個不爭嘅事實，但係只不過政府有機會冇錢啦，所以唔想加咁多人手喺呢其他地方度。或者有其他地方更需要呢筆錢，咁所以就撥咗去嗰度，而唔係撥咗喺 physio 身上啦。咁所以大家有機會當社會環境好翻嘅時候，其實政府就可能撥多啲錢落去，咁就有機會令到 physio 呢個行業又變翻即係興旺啦，變翻多啲 recruitment 啊，多啲人工啊，咁樣有機會啦。但係暫時嚟講啦，即係你可以 foresee 到呢幾年間，其實個環境、社會環境都應該唔會有太大嘅變化嘅時候，即係個境況都可能會一模一樣。但如果你作為一個同學仔，你真係好中意 physio 呢一行，好想透過 physio 呢個行業去幫人嘅話，其實我仍然鼓勵你去進修，同埋而家可能係一個好嘅時機嚟喎。點解？因為你既然對呢行咁有興趣，但係而家個環境唔好嘅時候，有機會你入學嘅分數唔需要咁高，有機會即係個分數低咗，咁你容易入咗啦。而同一時間有機會呢個環境幫你 fold 走咗一班其實冇乜心機去讀 physio，但係希望求一份 stable job 嘅朋友仔，而唔去揀呢科。咁所以其實你嘅讀書環境啊，或者咩，你整體嚟講都可能會提升咗啦。同埋每個即係每個行業其實都有佢個經濟周期啦，即係好似股市一樣嘅啫，有興旺有興衰。其實十幾年前嘅時候，物理治療都試過即係揾唔到工啊，啲同業畢業啊就要轉行啊，好多呢啲嘢出現過啦。但係去到幾年前，其實個行業又興旺翻喎，去到幾年後嘅今日又好似式微翻喎。咁其實你知道，其實每個行業都有佢自己嘅即係興衰時間表啦。咁所以其實理論上，如果你對呢一行係好有熱衷，好想透過呢行去幫人嘅話，其實你仍然係應該去揀呢一行去讀呢一科。點解？因為你見到其實每年都仲有 vacancy 去噶嘛，即係即使你而家話環境可能差咗，但係 vacancy 係仍然有噶嘛。咁如果你真係好有心去讀呢一科，其實我相信你會做得好好。當你做得好好嘅時候，其實你就係呢一行最 top 嘅學生。咁你最 top 嘅學生嘅時候，其實你就唔驚會冇位啦，係咪？即係無論你入唔入 HA 都好，你喺其他機構入面，可能 NGO 或者 private clinic 入面去work 嘅話，其實以你對呢行嘅熱衷，以你對呢行嘅幫到手，其實你一定係揾到工嘅喎。你唔應該因為驚揾唔揾到工而去埋沒咗自己興趣，埋沒咗自己能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有興趣嘅同學仔，即管繼續去揀呢一科。但係如果你係冇興趣嘅同學仔，你係純粹求一份 stable 嘅 job，咁其實事實話俾我哋聽，其實而家呢一行未必係好似以往咁 stable。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求 stable 嘅話，有機會你可能要去揾其他行業啦，去幫一幫手啦，即係未必再揀呢一科。咁啊，暫時呢個就係我少少嘅一啲結論啦。咁其實就唔代表啲咩嘅，即係純粹我自己嘅一啲少少諗法嘅啫。咁唔左右大家嘅決定嘅，即係大家都有自己嘅諗法啦，大家都係一個成年人啦，都希望你哋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嘅行業去發展啦。
咁啊，同一時間啦，其實之前都提及過一啲 video 啦，就係上年都有拍過一段片，即係講物理治療師係咪飽和啊，亦都之前講過一啲物理治療師嘅一啲大約工作啊，會讀啲乜嘢啊，咁呢啲短片都有㗎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啦，其實都可以去睇翻呢啲短片啦。咁啊，希望透過呢啲短片咧，去幫大家了解多少少呢一行嘅行業啦，亦都叫做俾少少嘅 insight，大家。你知唔知究竟而家呢行發生緊啲咩事咧？咁啊，希望短片啦可以幫到唔同嘅同學仔啦，亦都幫到唔同嘅家長啦，去幫自己啲仔女去策劃人生嘅規劃。